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振兴3倍券，除了会当摕1000块的现金，直接来换3000块的券之外，嘛会当用电子券，包括信用卡、电子支付、电子票证拢会当。若是消费满3000块，就会当得到2000块的回馈。所以真侪银行开始抢人客，讲只要用因兜的银行的卡。入这个振兴券满3000块，除了政府提供的2000块之外，银行阁要送回馈金300块。啊，若前1万名提早来绑定的卡友，阁加送你100块，安尼就有400块咯。你这衣服是夏季限量款，就知道你懂我。看到别人买一领水衫免心酸，即嘛有3倍券，听我互你一届买3领。有银行大声咧宣布，路卡消费3倍券就要贴你300块。若是前1万名话声讲要使用，加送你100变400。新卡友消费，政府替你2000块，银行要阁加送你1000。若是阁拄着餐厅饭店有打折，优惠阁较济。5星级饭店一个晚上就抓个3500块好了，部分我们就会回馈他400块，13% 左右。因为政府接下来满3000会再退他2000嘛，等于再退他65%。饭店本身可能75折到85折，所以大概是15%到25%的一个折扣，所以加总起来。简单说，已经超过100%。3倍券嘛会当用悠游卡消费来使用，听我买1280块的月票，互你坐公车坐一温来去苕野市有食阁有掠。我们希望台北市民把钱留在台北，我也希望其他的县市的民众可以到台北来观光旅游。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报复性的消费，因为这3个月真的很闷。路卡开钱真大方，到底多一张卡上好用？当然嘛是你的卡。这一张信用卡哦。